OK， 咁睇完呢兩句話，大家會唔會覺得 AI 科技結束啦？未結束，睇埋下邊呢句。軟體科技平台型公司將會承接資金，行情收復之後有望持續。亦即係話資金始終保留喺科技呢個領域入邊。亦即係話呢個圖 ，AI 科技嘅主線唔變，都係 AI 科技，只不過咧喺內部出現咗輪動嘅機會。呢個輪動嘅節奏係點嘅咧？硬體科技4到6月份炒作啦，跟住落嚟7到9月份會炒作軟體主線。再跟住落嚟炒呢個中端嘅主線，到年底應該係10月份到明年嘅2月份左右會炒呢個中端嘅主線。呢一方面係屬於今日嘅行情，即係我哋話喺當前去炒作嘅行情。AI 企業嘅 AI agent 公司啊，數據平台啊，辦公嘅 AI 啊，程式碼嘅 AI 啊，仲有 AI 雲啊、Max 啊等等呢一種。所以騰訊、阿里，你話有冇機會咧？我覺得仲有機會。但係中端呢種公司就頭先我所講嘅。呢啲公司嘅規模相對嚟講比較細啲，所以如果你要去炒呢種中端公司嘅話，一定要留意做個波段，做個中線好啦，千祈唔好長揸，因為中端公司可能佢嘅迭代會非常之快。所以總體嚟講嘅話 ，AI 科技呢條支線一直都冇變，所以我哋嘅主題叫做揾萬億嘅科技公司。喺呢個階段，我哋仲係揾萬億嘅呢個科技公司，但唔係話一日兩日呢個萬億科技公司就出嚟。所以我哋嘅觀點冇變，我哋嘅主線冇變，只不過喺科技呢條線嘅內部出現咗輪動嘅。